大家好，又係我金融科技資產管理界嘅林寶儀同大家分享嘅時間啦。中國今日宣布對美國進口嘅商品反制關稅稅率由84%再一次提高到125%。貿易關稅尚未解決，有幾個朋友問我，香港會唔會俾美國踢出 SWIFT System？ 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係一個連接世界各地多家金融機構嘅安全性網絡，旨在用統一嘅金融信息傳送語言，促進機構之間嘅安全及規範全球性嘅交易。如果被踢出 SWIFT 嘅話，就會影響到聯繫匯率，而影響到港元啦。咁不如我哋 DeepSeek 一下，睇下 AI 點講啊？生成出嚟嘅答案就係可能性較低，但存在特定嘅情況之下，對部分嘅香港金融機構實施限制嘅風險，都有以下嘅關鍵分析。結果總結咗幾個關鍵元素。首先，整體可能性較低。SWIFT System 係一個總部位於比利時嘅國際組織，而非完全由美國控制。所有嘅決策需要考慮全球會員嘅利益，尤其是歐洲國家嘅影響。香港係全球第3大金融中心，涉及大量嘅國際金融機構，例如匯豐、渣打銀行等嘅業務。如果全面制裁，將會嚴重衝擊全球金融體系，包括美國自身嘅利益。亦有部分制裁嘅可能性存在，美國亦有可能針對特定嘅香港銀行或者實體，例如涉及國家安全法嘅機構實施 SWIFT 限制，而非全面切斷香港接入。就好似對俄羅斯嘅制裁咁，美國可能聯合盟友施壓 SWIFT， 對部分嘅香港銀行施壓選擇性切斷。繼續深度求索嘅結果顯示出可能觸發美國行動嘅情況有幾方面。第一個情況就係香港被認為威脅美國國家安全，好似香港通過更嚴厲嘅國家立法，被視為協助中國規避西方嘅制裁，例如被證實幫助俄羅斯金融交易等。而另外一個情況就係香港金融體系被用於規避國際制裁，例如香港某銀行大規模協助受制裁國家如伊朗、北韓進行美元交易，可能會引發美國針對性制裁。而美國可能採取嘅具體措施，限制部分香港銀行使用 SWIFT System， 例如通過 CHIPS 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 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美元清算系統，切斷目標銀行嘅美元結算能力，迫使其退出 SWIFT System。又或者凍結香港相關嘅實體喺美國資產，類似對俄羅斯嘅制裁，美國可能凍結香港政府或者中資銀行喺美國嘅資產，限制其美元交易。美國亦有機會施壓 SWIFT 對香港機構除名，儘管 SWIFT 名義上中立，但美國可能通過政治壓力，例如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，要求其配合制裁。暫時我哋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講應對美國施壓除名 SWIFT System 嘅策略啦。如果你對於 CIPS 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有乜嘢好嘅提議，歡迎留言討論。感謝你嘅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